完，咱这粒心做后做业、做落做，拢是这粒心出来。所以修道是修这粒心命，办道嘛是治这粒心命，互伊回归到清清白白。咱若会当清清白白修，咱影响的人就清清白白。咱若是歪高市煞，互咱带出来，也会个市煞，咱敢要相信？所以才会人讲吼，若要做亲情，讲要安怎？若要了解因祖囝，就看因好无？若要了解因囝婿，来去看因后爸。因为会传染，所以迄个叫做遗传，迄叫做咱的宿命。那么这一切了，今仔日照着咱会当去来着认真使用，咱要家己做一个解决。那所以这粒心真正都歹，咱先看歹的，安心。咱即摆是，我人咧讲弄车